美国联邦众议院今仔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的决议，无涉及台湾，卖拍拼来对抗中国想要伫国际组织甲台湾压落地的行为。另外，立法院的临时会今仔嘛通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美国联邦众议院25以口头表决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未涉及台湾会拍拼对抗中国，想要伫国际组织扭曲有关台湾相关的行为。尤其今年5月份的 WHA， 台湾搁一届互排除在外。犹大众议员认为世卫组织这款的决定是互人真恶接受。The WHO officer initially refused to answer and then said,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China," implying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is is unacceptable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unded largely by U.S. taxpayer dollars to be repeating the CCP narrative. The PRC lied to the entire world and said that that was not true. Taiwan got it right, and yet the WHO excludes Taiwan. The WHO should be ashamed of themselves, should let Taiwan in. 联合国2500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联合国内底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不过并无包括任何有关台湾主权的声明。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强调讲，美国反对任何伫无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形之下，想要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学者认为讲，这会当看出美国国会强烈挺台湾的力头，要求行政部门爱发挥国际影响力。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反映出美国的国会跟美国的行政部门针对2758号决议，它是有一致的看法跟意见。那基本上是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应该有我们值得的国际空间。所来法案会送交参议院审议。另外，立法院临时会议会26无异议通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后续要谈判的7项议题，包括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各样事业、非市场政策及做法。记者综合报道。